来，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曲面荧幕哦，这个荧幕已经大到我看不到后面的导播了。哦，我现在完全看不到导播，我必须要这样才看得到，这样才看得到。就是这是全球第一台具备了240Hz， 就是赫兹的更新频率曲面荧幕。然后这个曲面荧幕呢，除了刚刚的那个更新频率之外呢，还有就是支援 G Sync， 就是这个相容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是 PUBG 官方指定的话，那就真的蛮屌的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支持一下，就是神送 Gaming Monitor 的 C27RG50这个荧幕。我其实蛮希望可以让静让我带回去。小编表示，从主持费扣。等一下直接搬，可以吗？直接搬。那我们猜拳好了，好不好？一个人玩一段时间。好，好好，来，一个时间是多久？赢的人玩半个小时，输的人玩1个小时。那谁先？那输，那我们先猜拳吧。我不要啦。啊，不要，是不是？可是怕不亏。怕不亏。好，那个小编受不了了，小编受不了了。等一下，不行，我要了解为什么？为什么啊40，那后面的密码，等一下，小编，我们不能用外挂啦。为什么？等一下，你再回去那个时钟。为什么呢？小编受不了这个密码。我是孬种大师。哇，你紧急回避呢？拜托，是这个吗？这看起来很着想。你要大声什么啦？好大声哦！我的天哪！我耳膜快震破了。这边吧，有一个国旗的那个。哦，好好看哦！我为什么觉得好好看哦？